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中研院甲全球6间研究机构昨暗公布人类有史以来翕到第2张乌洞的相片，是一个人马做的乌洞哦，位伫银河系中心，比顶一届2019年发表的乌洞细粒2000倍，也毋过离咱地球的距离是比顶一届接近2000倍哦，看起来就亲像一个中空的甜甜圈。科学家伫100年后，用实际影像来证明讲，爱因斯坦当初想的理论确实无毋对。这张相片就是人马座 A7 乌洞，由中研院世界望远镜计划、甲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日本国立天文台等全世界6个知名的研究机构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这项重大的科学发展，也是人类史上第2张乌洞的相片。2019年。本月也发布第1张影像，这是 M87的黑洞。今天我们所要公布的黑洞影像，比这个上次发现的近2000倍，也小了很多。但是它却是在我们所在银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黑洞。中研院2019年公布史上第1张乌洞 M87的影像。隔了3年，佮公布离地球搁较远，差不多27000光年的人马座 A7 乌洞。因为这个乌洞质量小2000倍，气体细较紧，搁较歹翕。And like the M87 black hole, the first black hole we saw, it has this similar donut or ring-like shape. And this seems to be a common feature of both the black holes we have seen. 过准又讲，咱人类会当看到乌洞，是因为伊附近的气体所发出来光，伫咧乌洞的四周边两空，叫做乌洞暗影。这个暗影偌大，甲乌洞的质量有关系。真正研究人马座 A7 就已经知影质量甲距离，所以知影宽有偌大。And because we know the distance to the black hole, we know the physical size. And the size of this ring is about 60 million kilometers. That is equivalent to 43 suns side by side.Or 4,687 Earths side by side. 中研院讲，这边会当翕到乌洞，是透过世界望远镜计划，甲全世界8座电波望远镜连线，形成一个虚拟阵列，达到前所未有的高解析度。8座内面，台湾就占3座，就当知影台湾的科学发展伫咧世界有正重要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巴西举办的听学，又搁传来好消息咯！网球女子双打顶一届的金牌何秋美、林嘉文，这届又搁摕到金牌。女单世界排名第2名林嘉文，甲60岁何秋美冠军战是对上德国队，以6比4、6比拍败对手，又搁摕到金牌。所以林嘉文搁要拼女单搁混双的金牌，要拼咱台湾史上头一个3金的球星。目前咱国的代表团已经摕到2块金牌、5块银牌、7块铜牌，也毋过代表团的疫情嘛愈拖愈大，已经有21个团员确诊咯。目前是规定讲，伫国外为着病发病爱超过10天，嘛要提交2届的 PCR 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回国。代表团是希望讲会当专案来办理，互因会当赶紧回国。再来看听学哦，羽球女子双打新颜女阁有范英玉，嘛摕到1块银牌哦。阁羽球混双，阁有倒球男单，嘛拢摕到铜牌。羽球女双决赛，顶一届听有女双金牌搭配，新颜女范英玉对马来西亚，双方来来回回拍甲真激烈。第3局的赛末点，新颜女发球，对方轻轻回转来了，无收条，上尾17比21、21比17、15比21的比数，卫冕失败，只敢摕银牌。伫羽球混双铜牌赛，是咱家己的人伫咧抢，范英玉、陈宗旭甲新颜女陈成鼎2组互相伫咧抢铜牌，上尾是范英玉甲李宗旭连续赢2局摕到铜牌。因那倒球男单王凯翔拍入4强赛，不过尾是输予斯洛伐克的凯纳特·汤马斯，连续2届听有拢摕铜牌。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黄生号方面，外近台湾、全台湾拢会落雨，嘛可能会落雷公雨，天气嘛较凉冷。咱来看温度，今仔开始受到黄生号方面影响，全台湾个外岛平乌，拢可能会变大雨，尤其是中部以北个东北部，雨会落几天哦，愈暗落愈大，部分所在会落大水雨。各地温度嘛拢会较低，低温只有20度左右。一礼拜六、礼拜哦，雨上大。西半部佮有东北部唔奈落大雨，有一寡所在哦有可能会向落大水雨，佮会单雷公透大风。另外，受到东北季风佮落雨影响，后礼拜一北部温度上低只有16度。后礼拜一方面，落南佮有中南部佮有东南部地区会开始落大雨。后礼拜二开始哦，各地就会是好天的天气咯。也毋过东半部佮有恒春半岛哦，部分所在嘛是佮会继续落雨。再来看国内确诊人数，昨已经超过65000人咯。新北市、台北、桃园拢增加上万例。新北市上严重哦，有23000例。昨嘛佮增加79个中重症的病人，有17个人死亡。大部分拢是60岁以上有慢性病病史，也毋过有一个6岁囡仔目前是伫加护病房的治疗。国内新冠本土确诊人数阁创下新高。12摆是新增加65385个本土病例，有12个县市病例数上1000例，其中双北甲桃园是超过1万例，新北市新增加23000多例，疫情是上界严重的。本土的个案大概增加了大概12%了哈，比起昨天。另外，中重症新增加79例，包括17例死亡，年岁拢伫咧60岁以上，拢有慢性病病史，其中有6例无注过疫苗。伫咧死亡的个案内底，有2个人伫咧厝内昏去，送病院急救，还是救无倒来，经过采检才知影是确诊。另外有1个人无慢性病病史，进前确诊了后，伫咧厝内隔离不幸过往。从今年初累计到今，死亡的个案已经超过100例，有到115例。在家里隔离的4天之后，那病势加重，那因为这个行政相验的结果看起来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除了这个新冠肺炎以外的病症，所以诊断为新冠肺炎。值得注意的是，伫咧重症的患者内底，有一个约未5岁查甫囡仔，因为治疗面的神经系统连带筋脉的问题，所以带院做脑部的检查，入院采检验出确诊新冠肺炎，目前还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当中。后续有出现这个呼吸窘迫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还住在加护病房当中来使用呼吸器。不过氧气的需求并不是算很高，目前病况是稳定，在接受类固醇跟瑞德西韦等这些药物的一个治疗。咱外界指讲，3加4居家隔离的新制度，也就是3天居家隔离了后，4天的自主防疫，这敢有潜在风险。但市长讲，任何一种措施拢有伊潜在风险，毋过爱根据好处坐过歹处来做规范的考虑。若是像中国上海安尼封城，对社会经济影响是会更较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比利时、德国、印尼和塞内加尔做伙举办的第2届的线上全球新冠肺炎高峰会，伫台湾时间昨暗举行。咱国嘛，搁再受到邀请参加。前副总统陈建仁是用录影的方式来发表，嘛宣布讲要捐150万的美金来帮助提升全球疫苗的注射率。I'm glad to announce that Taiwan pledged to donate a further $1.5 million to support vaccine coverage. We also commit to continuing to provide medical masks, PCR testing machine, oxygen concentrators, and other supplies to countries in need. 美国总统拜登伫峰会中嘛提醒各国爱稳定疫情哦，佮爱有真侪代志爱需要做哦。伫即届的峰会，有一寡国家提供的抗疫基金就超过30亿的美金，大约20亿会先用来控制目前的疫情。另外，9亿6200万哦会放伫世界银行的基金内底。再来看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居家检疫这3类的民众，昨开始有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也毋过必须要经过医师实时看诊来确认定哦。也毋过一个医师面对一个确诊者，大约是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民众是真烦恼讲会挂袂着好，病院个诊所嘛拢真烦恼讲确诊者上过济会做袂来。点开病房电脑，用时辰进行诊疗。确诊的民众提出户口成本，证明家己甲确诊者做伙住，再阁提出阳性检验卡。医师判定好了后，检验试剂会请民众当场毁掉，较袂互人阁提去利用。
最重要的就是要确认身份哈，就是他家里一定要有人已经感染，他是属于居家隔离。快筛阳性就算确诊，新制实施，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加居家检疫的民众适用快筛阳性就确诊。这3种人会当透过卫生局安排健康益友的 App， 也是去病院挂号系统接受医师的视讯诊疗，除了进行身份的确认。患者需要家己伫检验器顶写名甲日期，各加健保卡做伙翕，甲相片伫电脑传出去了后，病院这边会同齐检图，认定阳性了后，会甲这个结果通报去法定传染病系统。只是规套完整的流程，一个病人差不多爱开15至20分。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到5月初9，符合这3种身份的，拢总有32万人。有民众会烦恼挂袂着户，若是病院甲基层诊所是烦恼，若是每一个人拢是诊疗，业务量伤大，无法度负担。电脑系统，有些是才刚建制好，有些是可能还没有建制好呢，所以在医师的操作上不熟悉度一定是非常多。我们现在1小时大概就6通以上。视讯这个平台的现在的时间当然会比较慢，初上路大家的经验都比较不足。你不管在问诊上面，在回答上面，那当然稍微慢一点。那慢慢熟了以后，就会越来越快。另外，指挥中心也同意，只要有经过咱国 UA 核准的验喙脓快筛抢牌，原来会当做快筛阳性的判断工具，嘛会当请医师伫视讯诊疗时阵做管制，确认是毋是咱国 UA 核准的验喙脓的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滚价，台北市长郭文德呼吁中央若准坚持讲爱验过 PCR， 才会当使用抗病毒药物，会害着真侪人的性命。另外，台北市长侯友宜嘛，搁再呼吁中央爱赶紧放令，只要快筛阳性，就当作是确诊咯，莫搁限制对象咯。台北市长郭文德讲，台北市联医中校院开视察，郭文德讲，未少确诊者家人无收到隔离通知书，有要实行跨境卡关，尤其新系统上路，对医护人员甲民众拢无啥熟。每一个系统要引进都要时间去酝酿，现在今天第一天使用的人不习惯哦。双方都不习惯。郭文德阁表示，快筛阳就互抗病毒药物的主张，只有涉及保险法律文件才需要 PCR 证明，同时大胆预言，若中央坚持 PCR 才会当互药物，又将冲击更较侪民众的生命。新北市长侯友宜反映视讯门诊太车的问题，包括远距门诊容量有限，长者未晓视讯无法度使用远距门诊等，建议启动甲好照互简化通报，搁再度向中央发声，量早互快筛阳看做门诊无限对象。新北市指示型的海啸开始上来了，快筛阳视同确诊，不要限对象，不要再就视同已经做过 PCR 阳，一次到位，放宽认定，化繁为简。另外，蔡总统伫面前肯定台湾防疫团队的成绩。侯友宜讲，绝对毋是蔡总统讲的安尼。郭文德也讲，台湾防疫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拍拼，绝对毋是伟大党中央的领导。指挥官陈时中出面讲话，强调蔡总统的出发点是因为对全体国民的关心，真侪代志会当进一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哦，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为了提升国内客运的服务品质，交通部公路总局修法，未来客运发生甲级的重大伤亡，还是伫前一档有超过2届违反工作时间的规定，造成重大的事故，这照搁再发放的时间就无超过5档哦。今年11月初开始实施。再来看《中国时报》，去年7月份3级警戒的时，屏东牡丹湾的米拉传出讲有正常名流伫遮食饭、啉酒哦。同时，行政院南部联合办公室的执行长陈进文嘛落台，罚款10万块。陈进文是提起诉愿哦，因为无直接的证据，专案撤销唔免罚。屏东县政府是表示尊重。再来看《联合报》，因为战争、疫情，佮加上美国新利息，全球的经济成长哦拢倒退路 ，CPI 年增率嘛增加。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是表示讲，若说全球的经济无好，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嘛无法度超过4%。
今日看南韩制作的脆软的快台试剂，昨第3间的连锁药局开始卖，一份是卖175块。有南亚立委是质疑讲，这种脆软的快台试剂伫澳洲有规定讲2岁以下囡仔是袂使使用。台湾说甲即句警告提掉哦。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每一个国家的写法是拢无啥共。咱台湾是写讲2岁到18岁，就要有家长来协助。这嘛是表示讲2岁以下当然是袂当使用。不少民众拢来买用喙烂检测的快台试剂，一日就互扫了了，药师无用伫补货。不过无到半点钟的时间，所有的货都拢搁袂了了啊！小朋友用传统的快筛都是要抓着他，然后他就会哭得很惨，所以想说用唾液的给他，比较不会这么辛苦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要搓鼻子，我们又不是专业的，他如果乱动的话，就是你搓到哪里不知道。伫做喙烂快筛的时阵，爱甲喙烂配伫个收集的塑胶罐内底，差不多一半，再搁甲检验的液体甲喙烂拉做伙，等5分钟的时间，再搁第3滴落快筛试剂顶悬，等15分钟了后，结果就会出来。咱若伫个检测进前的半点钟，会记你爱先洗喙，袂当食物件，嘛袂当食薰。不过有南亚立委质疑讲，这个牌子的试剂，澳洲有规定讲禁止2岁以下来使用。不过咱国内上市咧卖试剂，内底附的说明书，煞甲即句建议台独，批评中央审查无够确实。美国的访单当然不会完全一样，那台湾的访单主要都采用正面表列，所以我们写的是想如2到18岁或3到18岁之儿童及青少年需由家长协助，在2岁以下，既然这没有用到的话，那2岁以下就自然就不能用。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台湾上市的试剂内底附的说明书，有写若是2岁至18岁要使用，都要由家长来协助采检，无写到2岁以下的，也就是讲2岁以下是袂当使用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哦，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5亿1000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2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是增加65446例，目前是570870例哦。中国伫 WHO 的病例数资料是超过142万例，日本是超过800万例，韩国嘛超过17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3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嘛超过3000万例哦。伫欧洲迄边，英国是超过2200万例，法国嘛超过2900万例。来看伫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正残忍的布查图屠杀案哦，伫当地甲基辅的附近发现超过1000具的遗体，真侪人拢是头壳着青。有一位青少年真幸运活落来，也毋过伊爸爸是过身咯。伊甲美联社记者登去战争的现场，要互外界来了解战争的真相。中国嘅12度过15岁生日的尤拉纳奇波伦科，比着墙壁顶头的庆子康，讲迄天伊甲因老爸罗斯兰骑脚踏车看美一个地下室的出品时阵，为了要互人知影因是无武器的百姓，抑搁伫咧脚踏車頂頭白白布。Ми їхали тут двоє на велосипеді, і звідси почав виходити військовий російський. Ось у нього спочатку було дуло направлено вниз. А потім він підняв і прицілився в свій приціл і сказав стояти на російській мові. 俄羅斯的士兵叫因莫點動，因遂停落來，毋過遂聽到槍聲，伊看因老爸倒伫咧塗骹，喙開開，肺一直流，要因來向搖籃開槍。Вистрілив мені в палець, в підняту руку він мені вистрілив, але заділа палець. Тобто пуля вона пройшла між указательним і великим пальцем лівої руки. Відчув, як у мене диркнувся капюшон. Ось, і потім ще до мене відлетіло з землі щось вниз. 尤拉老母講，這領衫就要留落來，因為這是證據。 Ось, і я був тоді дуже сильно переляканий, сказав мамі, мама, не йди туди, бо вони дуже сильно, вони у всіх стріляють. 4月中，俄軍貼出布查電，尤拉一個火仔照法度轉去，因隨着因老爸屍體重新舉行告別式。 地方官員講，剛若伫咧布查，18歲以下就31個人被殺害，19個人受傷。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講，自戰爭以來，烏克蘭各地至少有202個囡仔被殺害，不過實際數字可能更加懸。烏克蘭政府的統計是217個囡仔死亡，390人受傷。
美联社加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调查记录节目前线，根据各种消息，独立追踪20件儿童被杀害的攻击事件，自小镇波罗江凯望到马里坡的轰炸，拢符合战争罪定义。不过，这敢若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来看北韩传出武汉肺炎的病例，宣布全国封锁，也毋过昨一日就逼出18000例确诊，阁有6个人死亡哦。再来看芬兰甲瑞典按算要宣布要申请加入北约组织。芬兰的媒体指出讲，罗西亚有可能伫今仔日就停止供应芬兰天然气。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已经进第79天了。联合国统计有超过600万的乌克兰的民众逃难，逃去波兰的人上济。有3类的民众哦，即马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也毋过伫偏乡有一寡老大人可能无了解要安怎细心看病咧。地方的诊所医师嘛讲哦，干那教因安怎使用，就要开真侪时间咯。也毋过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即马是会当用卡电话来代替细心看病。小囝提出来详细研究，想要点选健保快易通 App 内底视讯诊疗，啊，毋过设计伤复杂，住伫台东庄卡的长辈，总共有边仔人替伊解说，嘛是无啥啥。好像很难呢。很难哦。哦，你自己操作的话有办法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会忘记。老人家学这个东西，其实它的步骤还蛮多的。那而且其实包括我们刚刚在就是试，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的资讯，其实都还不完整，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快筛阳性制12开始实施，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加居家检疫3种民众，会当透过视讯看诊。啊，毋过侪伙人电脑甲资讯有较差，台中基层诊所就甲药局合作，伫诊疗甲提药开真侪时间，甲病患的沟通。可能要一个步骤教他们，所以会相对的会有一些有些困难度。那当然，如果家中还有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孩子那些，可能相对比较容易。我们可以利用教导小孩之后，把他加到我们的 LINE 里面，这样我们之后他运用就会很容易。确实还是有蛮多的长者有这个数位落差，可能要用视讯的时候，对于这个软体都不是很熟悉所以有需要可能用电话来询问代替这个数位的一些视讯软体。面对资讯较差，基层诊所药局也用 LINE 视讯，也是用团进出访签这个方式变通。疫情指挥中心也坦白讲，一寡长辈需要用电话询问代替视讯。13开始会开放符合口服抗病毒药物用药条件的确诊者，会当由亲友代替看诊，才通评估是毋是会当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昨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嘛开放确诊者的亲戚朋友会当去124间病院的防疫门诊来代替看病，互有需要的病人会当赶紧摕到抗病毒药啊。也毋过，指挥中心嘛强调讲，毋是讲有看病就一定会开药啊，就要尊重医师的评估。透过视讯看诊，也是按照医师的指示快筛检测。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确诊者无法度出门，敢会当选择视讯就医。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宣布，为13开始开放确诊者，由毋是居家隔离中的亲友去配付病院的防疫门诊代替看诊，看是毋是会当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亲友会当摕确诊者的健保卡加确诊证明，像数位健康证明等验证，搁事先查询124间配付病院的防疫门诊。挂号看诊，经过医师评估，符合用药条件，适合食药啊。由亲友签署治疗同意书，医师开处方签，伫病院药局提药啊。开放可以来带领，好，这些都希望能够在除了说通过视讯然后再来送药到宅之外，多开几个管道。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待看诊者到了医院的门诊之后经过医师的一些评估跟查询之后，认为说病患本身还是不太适合使用这一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话，是不一定就是说来看就一定会开药跟领药。对于现在有医师认为这是一个便民的做法，因为一寡长辈未晓用视讯，需要用电话询问代替视讯，所以代替看诊的亲友会当甲病患详细表达，互医师的诊断甲开药较有帮助。对有比较健康的、比较没有问题的，来帮他陈述拿药，这个是一种通融的措施啦。有些确诊者是被隔离的，他根本出不来，他也不用视讯软体，那这时候更应该是有别人帮他来陈述症状，那是不
这位中心是讲，口服抗病毒药物是治疗重点，不过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用，这点民众一定爱了解，以免伫个诊断的时阵发生无必要的纠纷，也希望透过这个管道方便民众摕到药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澎湖县政府宣布讲，对昨开始到5月底若准户口是伫澎湖满75岁民众去注疫苗，除了中央是有补助500块的礼券，澎湖县政府会搁再送1500块的礼券。澎湖是目前鼓励民众注疫苗，提供上侪钱礼物的都市。注疫苗进前，医师先进行会告。为了提高75岁以上长者注疫苗意愿，澎湖县政府增加鼓励，除了中央补助500块礼券，县府各加发请过，只要涉及伫澎湖75岁以上长者注完疫苗，不管几期，都会当领到2000块的礼券，是全国上悬。鼓励大家赶快来接种，赶快来接种，对，用意良善啦。第三季拢注了啊，拢注几啊个月啊，2个月啊，2个多月啊。县府表示，当地疫苗注完3期的注射率是66.3%，希望会当继续冲关长者的注射意愿，来预防中重症。国内这一波Omicron疫情相关以来，中央甲各地政府一直催，确实有冲关长者注射进处。以75岁以上族群第2期疫苗为例，5月初比3月底加2万多人来注，第3期成长更较明显，1个月以来加8万2000多人注。医师分析，目前国内感染也来继续扩大，也未正式达到高峰，所以长者的疫苗注射率上好爱个冲关。那以目前打满2剂的这个比例上来讲，还有将近快40%的族群都还没有打满2剂，所以当然遑论在第3剂的部分，有施打的比例当然一定会更低。那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会希望最好在长者的比例能够拉到85%到将近90%。对于老年人的覆盖率，有些能够做到70-80岁以上的覆盖率95%，但是呢，香港呢却只有50%不到。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造就他们后来死亡率有差别。医师以纽西兰甲香港经验来分析，两地感染率相当，也毋过疫苗关注射率的纽西兰，将死亡率压伫0.05%。另外，医师也提醒，除了做疫苗，敢是会当继续压低死亡率，也要看抗病毒药物开得够无紧。记者综合报道。这假化问题是真伤脑筋哦。除了提供补助，屏东县政府最近推出一款玉礼包，内底有真侪红婴仔需要用品，佮有手册，整理所有相关的补助甲资讯哦。望讲会当鼓励屏东县民勇敢生囝。你需要帮忙吗？哦，对，我在找湿纸巾吗？我这里刚好有，来，你拿去用。真侪妈妈若要带红婴仔出门，歹仔都爱早甲大卡细卡，拢是囡仔需要用品，都惊有一项无细字漏交去。对，里面有暗层，这内底会当堆足侪物件暗层。为着减轻家长的负担，屏东县府特别准备药件袋仔要送给爸爸妈妈，内底毋但有串药珠仔甲一寡用品，这袋仔设计嘛真用心，有暗袋仔会当底真侪物件，佮真好拍，家长嘛学了讲真实用。就像我们那个湿纸巾、尿布垫、乳液，都是我们平常时其实都还蛮常用得到的。对，所以我觉得送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还蛮方便的。敢生要生，而且能够敢养，愿意养。然后呢，一直这几年调整了很多的社福育儿政策，就是希望减轻年轻爸爸妈妈的负担。我们有专责的月嫂，经过训练合格的月嫂到宅服务。未来在育儿的过程，只要在我们所有33个乡镇的户政事务所，可以领取我身上这样的一个育儿包呢。屏东县府表示，为5月初1开始，只要红婴仔伫屏东办户口，而且爸母其中一个人的户口嘛伫屏东，都会送一卡药件的袋仔，希望互爸爸妈妈出门的时阵袂阁脚公手乱。记者综合报道。要找传统的剃头店，即摆已经真少咯。咱来看台南某有一个剃头店的第2代詹景顺，伊发起剃头店的都市旅行，要伫目前有全国上侪传统剃头店的台南某，找出老一辈台南人生活的方式。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找找来老台南的气味。就伫巷仔挖角的所在，看到真熟悉剃头店的扛棒当地的棒。这是台南的生活印象。台南嘛是目前全国旧式的理发厅密度上界悬的城市，因为时代潮流甲疫情的关系，已经有袂少老店渐渐衰微去。詹景顺是利用伊第2代，头起先对这个行业并无兴趣，
一个机缘经过市内其他的老铁头店，抓扣内底气氛甲物件吸引，就开始拜访遮的店头做田野调查，保存遮的无妨要义的城市生活史。伊要去甲咱台南甲伊安尼甲伊带动咱对即个老铁头店会当互人了解嘛，佮当带一寡观光客通来台南安尼。铁头伫较早迄个时阵，主要拢防住看袂起的，但是其实因的技术、和因的收藏、和因本身的店体，其实拢做价值。这5年来，张景顺编册、办展览，还有翕纪录片，保存遮着要消失的文化。而且进一步为铁头店师傅日常生活甲个人的兴趣，描写出老台南人的私房地图，要带民众为无同角度体验台南人的生活风貌。伊若变做一个不足普及的概念的时阵，安尼这铁头店得当永续啊，因为伊都有商机啊，有人流啊，所以我感觉理容院这个模式会当若成功，会变做其他老职业模式一样办，但是。这个部分阁有主长的路爱行。对张景顺来讲，理容院是一个互为无共背景、无共世代来的民众产生对话管道之一。当因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对时代演变，这平凡而且真实上的场合，才当进一步互保存落来，创造更较侪可能性。记者吴定武、吴文良台南报道。来看第41届行政院文化奖总颁奖，今年得奖的是林间国宝插画家王清松、作家诗人李明勇、指挥家李小嘉。咱做伙来看，因为艺术的打拼加付出。今年拄好100岁插画工艺艺术家王清松，做插画超过85年，嘛是台湾头一个去日本学习，而且把这个工艺传转来台湾的艺术。一生最大的一个欢喜。当年为台湾所种下这颗公益的种子，至今已花开满园。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对我们台湾公益重大的肯定。一世人坚心做插画，发挥专才的精神。王清松长期推动台湾工艺文化，在2010年摕到人间国宝的奖，今年佫得到行政院文化奖。那同款摕到文化奖的，还佫有诗人李明勇。追求的新社会，若无经过一个文化运动，是无法度成立的。这是我的信念。希望台湾早去行出咱历史的未来新的希望。从1960年代开始创作，李明勇是伫战后影响台湾文学发展、历史社世代人物，伫小说、散文、甲翻译等等的领域拢真出脚，伊用文学作品参与台湾的贵个社会。今年62岁指挥家李小嘉，伫合唱团的邀请之下上台。伊伫20外岁的时阵，就小连续摕到法国、意大利、甲荷兰等等指挥比赛头名，伫国际上是真出名。2010年倒来台湾了后，做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已经10年。2021年加做英语指挥，嘛得到今年的行政院文化奖。或许有点堂吉诃德式的，我们台湾的乐团能够骄傲地带着自己国人的非常有特色的作品迎向世界。从1981年到今，全台湾已经有90个人摕到行政院文化奖。今年3个得奖的人，伫工艺、文学甲音乐领域，因的成就是拢真无简单，嘛为推展台湾文化留下重要的脚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艺术家黄土水的作品《甘露水》，离伊要刷到高雄市立美术馆展览咯。黄土水当时毛体对台湾糖业真有贡献的产品铁二郎做一尊铜像，这尊铜像目前是伫日本。高雄市政府嘛当个记者问讲，会当甲这件作品借来高雄展览。布棚掀开，黄土水的甘露水伫高雄现身。高美馆夏季大展21开始，展出超过20件台湾艺术家作品。高美馆特别邀请贵宾见证甘露水开箱定位。其实黄土水嘛捌替日本的山本第二郎做铜像。山本第二郎1900年来到台湾，替高雄桥仔头设置全台第一个现代化糖厂，对台湾糖业真有贡献。为着要感念讲伊的贡献。所以大家来集资，请这个黄土水先生来帮伊做一个铜像。啊，这个铜像当初就伫咱桥仔头的这个设宅事务所的头前。啊，因为历史的原因，
这个当上就原来送登去日本，啊，甲载伫个咱迄个山本悌二郎先生的故乡，这个佐渡市的公园内底。驻日本代表谢中庭捌去参访山本第二郎的当上，高雄市长嘛捌写批予佐渡市市长，直接这件代志，希望促成当上转来高雄。啊，目前即马就是讲双方的这个工作算是顺利，若无意外的时阵，咱做努力要拍拼的这件代志，应该伫个未来有机会会使促成。山本第二郎的当上，若会当转来高雄，毋但代表台日友好，市府表示，上重要的是黄土水大师的作品会当亲像甘露水，典藏伫台湾，甲珍贵的记录留落来。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即摆是伫法国举行哦，将伫体育署来办授旗典礼，也毋过疫情的摊烧，嘛传出讲已经有选手确诊咯。大力邀旗祝福选手参赛顺利。2022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5月14到5月22就要伫法国举办。体育署表示，即摆台湾代表队加上教练、工作人员等，团队规模是台湾参赛7摆以来上大的。选手嘛讲，对即摆比赛一定会尽全力。的选手呢有135位，我们教练呢32位哈，还有我们团补部41位，总共是208位。应该是有史以来世中以来哈，应该规模是最大的哈。希望在这一次的世中运可以拿到最佳的成绩。我觉得尽力打就好，就是尽我自己的全力去夺金牌这样。不过，国内确诊数欠悬，国外疫情嘛还未收煞。原本有145位选手要参赛，即阵有确诊的状况，部分选手无法度参加。而且即摆嘛佫传出有选手快筛阳性，要安怎兼顾选手的身体健康，嘛是会心的问题。出发前呢，都已经是打满2剂哈，这个疫苗。搭飞机之前呢，也都进行这个快筛。我们有3位的医师作为我们的队医哈。目前我们还有部分的这个选手的部分有这个快筛哈这个阳性的部分今天呢也都会做好 PCR 的这个检测。那如果是确认是这个确诊阳性的话，相关的一些出境的相关规定，那就不能够搭机离境哈。选手参加授旗典礼了后，暗时就会前往机场，直飞法国来参赛。教育部表示，若是伫法国有身体状况，嘛会甲在地病院合作，保护选手的身体健康。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以前当个团嘉义县有一间病院，伫10月发出公告，要禁止医护人员上班的时阵做伙食物件，下班了后嘛袂使做伙食饭，违反的人会受到处罚咯。也毋过，这个公告一打出来，就会引起医护人员真侪讨论。那我们用餐，目前我们就是大家轮流用餐，因为护理人员用餐时间本来就是不一定的。病院护理站的封闭空间原本是护理人员讨论代志，也是食物件的所在。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嘉义县有病院在医发公告，要求病院的医护人员袂当伫无隔板的所在共餐食物件，下班了嘛袂当有自餐的行为。我想医院都出于好意啦，哈，主要是因为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传染度，主要都是因为可能透过一些偷口罩的行为，像聚餐啊、泡茶所引起的。病院表示，为了要保护第一线医护单位，所以才来做这款要求。嘉义县卫生局嘛指出，以前拢是透过无挂水源群组来传播，考虑到病院医疗量能的问题，也是需要大家来配合。我们的惩处最多也就是口头告诫而已，其实是希望大家一起维护这个安全的环境，让我们能够照顾更多的病人。病院指出，进前医护人员食物件的时阵，加减会使用护理站的讨论室。公告是希望莫做伙伫封闭空间食物件，会当较有隔板的员工餐厅。同事之间的自餐，嘛希望先暂停，降低医护人员受危的风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警消人员，因为常常接触民众哦，染病风险是真悬。即马新竹县哦，有基层的警察因为确诊，临时找无会当隔离的场所，只好医生困伫车顶哦。好加在经过协调，即马嘛已经找到会当隔离的地点咯。新竹县这个警员感觉人无爽快。到病院进行 PCR 体检了后，嘛毋敢返去厝内，只好家己先去大旅馆，落尾接到病院通知新冠肺炎的阳性反应，旅馆要求伊离开，警员只好把车驶来公园，困在车顶。分局知影了，赶紧到3工帮伊找所在隔离。这位同仁他等不到192的
检疫所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宿，一直等不到通知，所以紧急先到派出所附近的停车场，在那边车上休息。期间饮食需求具由同事这边来协助送餐，那直到当日中午仍未接获到卫生单位电话通知来接送。但是本分局同仁仍多方面协调临时租用这个民宅套房作为隔离的处所。卫生局表示，进前确诊者拢会安排大的所在，不过即马疫情严重，轻症的人拢以居家照护为主。未来会协调警察局，希望每一间派出所拢甲隔离的空间准备好势。经过我们有跟警察局来协调，是可以先在派出所的宿舍先区隔出符合隔离的一个空间，做好环境的清洁消毒。疫情严重，除了医护人员，基层的警员嘛常常是一个人爱负责真侪人的工课，压力比过去更较大。希望有够额的后勤资源，这群才袂有后顾之忧。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有真侪自闭症的病人拢需要依靠别人来照顾因的生活。也毋过，伫澳洲有一对自闭症的男女朋友，因最近准备要结婚咯。因身躯边的人拢有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对因的影响甲转变。戴维森摕饮料加点心予伊的未婚妻普利迪，做老母的看到这款动作，真替因两个人欢喜。这对就要结婚的新人，两个拢是自闭症的患者。戴维森也有脑水肿的问题，普利迪是有脑性麻痹加样形的症状。两人去年伫咧一边为新疆朋友办的活动熟悉了，感情愈来愈好。I love him the way he is. The kindness and the nice, then the prettiness and. 因为爱情，两个人的病拢有改善。普利迪讲，即马伊样形发作的次数，甲以前比少真多。There's a change in me that I'm being more calm and like being happier. He says them type of things like. Just as long as you're with me, doesn't really matter. 戴维森的妈妈是讲，后生过去拢爱人照顾，也毋过即马嘛知影爱照顾别人。I think they're just perfect for each other. Mitch is really happy, and I can see him putting his best foot forward for Rebecca, and I'm really proud of how he's looking after her. 今年的情人节，戴维森点点走去买结婚手纸，伊的老母是对社群网站才知影讲两个人已经订婚。即马两个人是伫咧经结婚过2个，准备婚礼，对后生会当独立成家，以后翁仔某两个人会当互相照顾，做老母的真欢喜。也毋过，这对新人也有真侪挑战爱克服。因打算伫咧结婚后，先住伫咧新疆之家，学习更较侪生活技能，结果再考虑搬出去家己住。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有袂少民众因为要食好较健康的，所以这物件拢无油无正，又搁感觉讲物件无介好食。日本有科学家就研究出一款有味的猪，会使甲钠含量较少的食物咸味提悬1倍半。有这项猪食物件就袂阁无滋无味咯。若是食物件口味较重、食重咸，佫无想要造成心肺更负担的民众，即嘛有福气咯。日本明治大厦甲饮料制造商吉林公司研发出一种猪，互你食物件时阵气味较重。いつも飲む味噌汁とほとんどやっぱ同じような濃さを感じるからですね。一碗味噌汤调工煮较正，用这种猪食时阵，咸正就甲普通时共款。这种猪的原理就是利用微电流，使使用者的喙质对咸正的感受度变较悬。この中には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入っています。そのコンピューターが食べ物、まさに食べようとしている食べ物の中のナトリウムイオンを浮かせて一気に引きつけるという操作を行っています。そこで電気の力を使っているというわけです。この結果、塩味が 1.5 倍の濃さに感じられるところまでいっています。日本成年人一天摄取的盐差不多10公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摄取量的2倍。那年过月轻，对身体是正大的负担。日本人はもともと食塩の摂取量が非常に多くてですね。通常の方法で食塩の摂取量を控えようとすると好きな食べ物を我慢したり、また薄味の食事を我慢しながら食べたり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必要になっていました。用这种会当增加气味的猪，会当同时兼顾好食加健康。不过，即马还佫伫咧继续研发改善，希望明年会当顺利上市提出来卖，好食重咸的人会当减少盐的摄取量。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
来看联合国上新的调查显示，讲全球一档有1/3的食物拢是浪费掉的。这食物伫臭酸的过程会产生二氧化碳，卖互气候变迁的速度变了愈紧哦。伫澳洲，就有人利用这款糖来分解食物，来对抗食物浪费的问题。真侪家庭拢是一礼拜去一遍大型超市卖场买食的，不过特别大包细包买大了，无一定拢食会完。有的是放甲过期，有的是放甲烂去，单调会造成食物的浪费。伫咧澳洲，每年就760万吨的食物被浪费，算起来一年损失275亿美金。Like if we buy 5 shopping bags, 1 shopping bag gets wasted.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显示，无论产值好歹，全世界每年有1/3的食物被浪费。这款食物伫咧分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8%。所以，澳洲就设计一种环保椅啊，对抗食物浪费。Look at these beautiful worms. Look at them. Everything is breaking down. 是椅啊，也是炖肥箱，伫内面有真侪糖，专门伫咧分解食物。这款糖专门食蔬菜、水果皮、卵壳，抑个咖啡泡，因煲过了分解成做有机物质，会当有效转化成做肥料。这款环保椅啊，就摆伫咧咖啡厅或者是餐厅的门口，也会使互人去坐。Anybody wants to get the design, we're going to basically give it away for a few dollars. 若是倒掉3公斤的食物，就会产生23公斤的二氧化碳。这款气体若排放到空气中，会加速气候变迁的速度。若是将食剩的食物等在内面，会当做囤肥，佫会当成粪扫钱。即马已经有8万户家庭参加这项计划，已经分解23000吨食物粪扫。咖啡厅甲餐厅将剩的食物等在内面，肥料会当互民众摕转去种花草。这款囤肥会当提供互食物天然的养分，而且糖的数量增加，会当变做胶爱食物。维持生物的多样性，伫即马发明者的目标是要将这种环保椅啊撒到全世界。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要提醒观众朋友，对今仔日开始连续3天，全台湾拢会受到黄酸雨方面的影响哦。各地有可能会变大雨，尤其是拜六礼拜雨会落了真大，部分地区哦嘛有可能会淹水，也是崩山。后礼拜一北部温度嘛只有16度，一直到后礼拜2，各地才会好天。也毋过东半部阁有恒春半岛哦，部分所在嘛阁会继续落雨。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咱做伙来看。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关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1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